三公主，我们少君在这儿呢。啊，早上好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啊，刚刚听到少君咳嗽了，注意身体，多喝热水啊。你说裴恒能喜欢我送这把琴吗？当然不会了，裴思学特别讨厌弹琴。你忘了，在您小的时候，每逢佳节宴请，都会要求裴思学现场弹琴，以示咱们花园女子的威严。所以人家，所以就留下心理阴影了。那可不嘛，怪不得这么讨厌我，那我就更得送琴给他了。白吉，你刚才说，琴是送给谁的？请再给属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你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从小最不喜欢的就是琴。是吗？你骗得了别人，你可骗不了我。弹琴能够抒发性情，你最喜欢了。我送你的这个琴可是名师制作，好琴配佳音嘛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你开心我就会开心的。我知道，所有人都认为只有乐人才喜欢弹琴取悦女人。你不愿意被世俗束缚，宁愿不弹，还假装出一副不喜欢的样子，是不愿意成为取悦别人的工具。像你这种学识丰富、品行端庄、又有头脑又有才华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在乎这些世俗的眼光。其实，苏木也是一样，他并不想待在教坊司。没事儿，你考虑考虑，不管你最后愿不愿意留下苏木，我都希望你能够遵从本心，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怎么样了？决定了吗？裴思学答应了没呀？三公主能有这份心意，小的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这日后，若三公主有空，能常去那教坊司看看小的，就可以了。裴恒留下你了。陈芊芊，你又逼他弹琴，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？离裴思学远点！芊芊，三公主不是去会知音了吗？怎么，弹琴费胳膊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风凉会？你这是脱臼了，需要把关节复位。一会儿我发力的时候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疼？疼？大郡主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我们三公主从小习武，7岁从马背上掉下，10岁从房顶上摔下，双腿摔断了都不止一的哼都没哼的一声，这小小的脱臼就还疼？
我没忘。嗨，大郡主别怕啊，你就放心大胆的跟我们三公主接回去啊，多疼都没事啊。子睿，你可真了解我，真行，真行。哎呦，那我要用力了。等一下，要不然你们说点什么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？虽然我胖，但是我也怕疼。你干什么啊？我让他们都出去了。忙什么你？我是你夫君，你信不过我。哦，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那日你我初见，三公主一袭红衣，英姿飒爽。纵然马匹失控，险些坠马，哦，也处变不惊，化险为夷。三公主临危不惧的模样，令韩某一见倾心，立誓此生非三公主不可。我也知道，三公主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亦是如此。哼，你这个恨也太敷衍了吧！谁说我敷衍了？好了。这就好了。所以，韩少君刚刚说的那些话，只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，才说的那些鬼话。既然这么怕疼，为什么从小到大还要装作不怕疼的样子？本来就不怕啊。好像还差了一点啊，我重新调整一下。哎呀，不了，怕了。这是形势逼人，不得不。毕竟我是三公主，那子睿说不怕，那就不怕吧。多事。你们都进来吧。你们说这林七为什么要偷袭我？那还不是因为正面打不过，从小到大跟他打了这么多场架，我哪一场输过给他？等我养好了，我就去收拾他。哼，张姐，我这还得养多久？少君复位的很好，以你的体质，当下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当下。三公主，我现在就去请灵七小姐。等等，算了，我毕竟是城主的女儿，我大人有大量，怎么会跟这种小民计较呢？子睿，你还记得吗？母亲教导我人要上进。如今少城主卓考在即，我收拾他那功夫，我不如多看2页书，你说对不对？放他。